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布魯斯嘅長線躺平投資大法啦。咁就今集第2.5集啦，就講點樣幫大家加速快啲退休啦。咁就分咗2集啦嚇。因為我估大家都唔想聽太耐啦嚇，大家啲集中能力有限。戴翻個頭盔先，投資涉及風險啊，請大家自行衡量啦。本人意見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咁嗱，即刻去片啦。嗱，咁第一樣嘢咧。我希望大家去右手邊呢個 screen 呢個叫 investment calculator 啦嚇。咁大家自己計一計，你每個月投資幾多錢，或者一開頭投資幾多錢投資20-30年咁就你嘅回報率大概有幾多啦嚇。呢個免費㗎嚇。除咗我之後會擺條 link 上我條片度啦嚇。咁除咗呢啲免費 link 之外啦嚇，你自己可以揾其他嘅計數機啦嚇。所以我呢幾個加速退休大法其實都係圍繞住呢幾個 parameter 啦去睇啦嚇。咁就嗱，譬如你見到我特登 mark 咗1、2、3、4、5啦，我講個一啦嚇。一即係呢個 return rate，即係呢個回報率回報率點樣高高啲咁第一樣嘢梗係增加股票嘅比例啦嚇。你股票100%同你得50%股票個回報率當然係差好遠啦嚇。呢個第一個方法啦嚇，買多啲股票啦嚇。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即係呢個 after 30年所以你就咁點樣增加你嗰個投資年期早啲投資啦嚇。人哋30歲先開始投資，你可能20歲就開始投資，咁你又遙遙領先啦。咁就其他我就逐個講啦。嗱，咁投資嗱及早投資啦。大家睇下呢個表啦嚇。嗱，20歲投資同埋你30歲開始投資，你見到其實係爭成一千萬你20歲投資當然你假設你100萬先啦嚇。你20歲投資100萬，咁你賺2000萬㗎喎。咁你30歲投資100萬，咁你先最終30年後你先賺1000萬當然你可能會話啦，我20歲邊有100萬啦咁呢個表咧，所以咧就同時間係俾啲家長睇㗎即係你嘅投資唔係純粹幫你自己本人投資你都可以幫你個仔女投資。即係你個仔你啱啱出到個懷孕或者啱啱生出嚟你可以幫佢投資㗎咯喎。咁到你投資30年後，即係你60歲你個仔其實已經投資咗60年喎咁60年嚟講唔係講笑，你會累積到1億㗎如果你係個仔0歲嗰陣時已經抌100萬去投資，每年8%，到佢60歲退休，佢有1億喺身㗎喎，唔係講笑喎就算到佢30歲佢都有1000萬喺身㗎喎嗱，因為呢啲複利式嘅效應嚟㗎嘛。嗱，你見到呢個表你見到其實右邊嗰條巴會突然間升得好快㗎嘛。呢個就係複利式效應咁所以同你講就係時間就係你嘅好幫手你就要早啲投資，早啲投資你就多啲時間去累積呢個複利式啦當然第二樣嘢可以快速退休方法就係你嘅收入啦你每個月走走去唔知邊度打工得15,000人工，你同人哋嗰啲 I-Banker 月入10萬年薪過百萬嗰啲比，咁人哋梗係退休退得快過你啦咁你見坊間好多嗰啲咩窮爸爸富爸爸嗰啲理論成日話要你被動收入吹到好大咁其實佢哋都冇同你講，真正嘅重點就係你增加每個月收入先咁譬如話你係打工仔，你梗係要升職啦你唔升職或者你轉工，要加人工加得快人哋揾15,000，你揾5萬，你梗係快過佢好多啦，退休係咪先重點就係增加收入啦睇多啲書啦呢啲投資自己呢啲廢話咧，我就唔講咁多啦呢度順便賣一賣廣告先譬如話如果你係做老細嘅咁如果你想揾間屋係旺你做老細我稱為財祿宅啦或者你做 sales 類嘅工嘅咁你其實就要揾呢啲財祿宅啦咁你就
可以 inbox 我我可以幫你揾到一間財碌宅俾你做老闆就容易啲咁如果你係打工仔一族或者係做政府工嘅，咁你就要揾官六宅啦咁升職加人工就會快啲咁你可能係想做 YouTuber或者想出書做啲知名度有關嘅嘢啦咁你係需要呢個叫做同行宅嘅咁呢啲你 inbox 我都可以幫你計到嘅幫你可以揾到嗰間靚屋嘅咁當然第四個就最好啦，你中咗六合彩啦咁你應該連我呢條片我唔使睇啦直接有幾千萬一億喺身咁你應該直接退休啦。咁另外啦呢個表我特登係同大家講下，因為我其實我講咁之前嗰啲片其實都係不斷強調你我都係好簡單假設你一開頭投入100萬啊嘛，咁但係你投入咗100萬之後，你其實你仲可以每個月再月供噶嘛，你每個月唔月供，你咪30年後咪10倍咯，就1000萬啊嘛。咁譬如你每個月再加五千蚊咁你又快啲咯喎，咁你又1700萬喎，咁如此類推啦假設你人工好高啦仲有每個月仲有3萬蚊閒錢可以抌落去，你見到你30年後你其實有5400萬喎咁唔代表咁，所以想話俾你聽就係，你除咗你本身一開頭一開炮一炮過個100萬之外咁你如果你月供得越多錢咁你個回報就越高啦咁當然 given 你有錢啦咁就下一樣嘢呢個咧叫做股息再投資DRIP咁呢個可能好多人都冇留意嘅尤其啲好中意買收息股嘅人可能佢哋都唔知咩叫 DRIP 啦即係你每個月可能買中國銀行派咗5% 息俾你咁你個5% 息其實係擺喺度做咩你就擺咗個股票戶口度發吽哣啦，嗰筆錢個5% 嘅息就擺到發吽哣或者你拎咗出嚟使，咁咪就冇用咯。咁你要有 DRIP 再投資，咁你派個5% 嘅股息出嚟，咁我攞落去再滾喎，攞落去再買稅股咁就如果你揀富同銀行置富IB 或者其他啦，你自己揾下啦 search 啦。佢哋有啲股票啦如果你 IB 應該大部分股票都有嘅，佢識得自動幫你投資個5% 嘅股息即係你中國銀行今日就派5% 息俾你咁佢將啲5% 息就自動買股票，咁你嘅總回報係咪就變成1.05即係加咗5%喎？咁你每年加5% 落去，咁咪有複利式嘅增長咯咁咁呢幅圖啦咁就呢個打錯唔係 VT 呢度應該 VT 啦咁大家都係上網自己去揾啲 backtest個網站去睇睇嘅。咁如果你有股息再投資啦咁你呢10年之內啦，2016年至到2025年呢個平均回報率係14%總回報率係370%。如果你冇做股息再投資你總回報係得返315%而且因為我揀嘅呢隻 VT 啦其實個回報率就個股息率就肯定冇咩中銀派5%嗰啲咁高嘅，佢應該得1-2%嘅啫。你見到個威力已經咁巨大啦。咁呢個係10年啫喎，咁如果你30年嘅威力係更加強勁咁呢樣嘢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咁第二樣嘢啦可能大家都會買樓噶啦，喺你人生之中咁呢個 concept 我諗可能好多人都知噶啦，不過我都要講講啦咁假設你而家有200萬 cash 喺手啦，咁你想買一層樓1000萬咁有兩個方案啦。第一個方案俾100萬首期另外個100萬攞嚟投資第二個方案200萬攞嚟俾晒首期啦，係啦。咁呢個做咗簡單嘅一個計算啦咁你直接一嘢俾晒200萬做首期，咁你當然嘅利息支出係低咗啦咁但係你如果攞其中100萬攞嚟投資咧咁你嗰100萬係可以繼續用8% 嘅回報率去繼續滾噶嘛。咁你30年之後啦
咁你嗰100萬會變成1000萬噶嘛？連同你個樓價，假設都仲係1000萬啦，30年後啊，咁你其實 total 你係有2000萬嘅資產喺手噶嘛？咁你減翻你個成本，其實你係賺嘅喎，你賺咗500幾萬喎。咁但係如果你一開頭傻豬豬攞咗200萬出嚟投資，sorry，200萬做首期，咁你淨係賺咗個樓價啫喎。啊，咁啊，如果假設樓價冇變，你係會蝕嘅喎。啊，咁個 concept 就係咁啦。咁實際嘅數字，大家就要自己去翻研究下啦嚇。即係你可能首期又唔係100萬，或者你而家好犀利傾到嘅供樓利息又唔係3%嚇，咁大家可以自行計一計啊。concept 就係你借3.5% 嘅利息，但係你如果呢一個利息啊，你可以攞嚟買股票啊，咁你有8% 回報嘛。咁呢個8% 減3.5% 就係你可以賺到嘅錢咯。啊，咁呢個除咗買樓啦，譬如如果你去做議案啦嚇，你有套現啊，假設你賺到升值啦嚇，你有套現㗎嘛，咁你都可以用呢個 concept 去計一計啊。咁啊，另外你轉按啦，轉按都有機會得㗎喎，因為你樓價會升㗎嘛。啊，咁我有機會套現到出嚟嘅。咁就嗱，當然我都係戴翻個頭盔啦。借錢緊要還，係咪俾錢中介？借定唔借？還得好先好借啊！咁就第二樣嘢嚇，同頭先買樓係一樣嘅嚇，都係要借錢嚇。咁就你其實自己計一計啦。我哋係 base on 呢個8% 嘅回報啦嚇，計啦嚇。咁假設我借100萬，咁嗱呢個係你喺網上揾嗰間呢間我記得好似係 WeLand 啊，你自己去計一計啦嚇。咁啊，譬如話你而家借100萬啊，分6年去供啊，咁啊，我假設你嗱，佢係計你供款係14,000至24,000啦嚇。咁啊，因為佢會視乎你最終批到幾多 percent 俾你啦。我假設係3.7% 啦，即係你每個月還7蚊啦嚇。咁你咁樣計翻咧，嗱，你總成本本利喎啊，你係要124萬嘅啊。咁嗱，咁冇所謂嘅嗱，咁你借咗100萬出嚟啦，你第一年借咗100萬出嚟，即刻攞去投資，你投資6年啦嚇，咁你應該個總回報係188萬嘅啊。咁你其實係俾咗120萬嘅成本，但係你賺翻150萬喎，咁你其實中間係淨賺30萬噶嘛，大概係啊。咁所以呢個就係錢滾錢嘅威力啦嚇。咁當然嗱，你要諗下呢3% 嘅息，你還唔還得起啦嚇，同埋你覺得會唔會太高啦？因為呢個利息嘅差距就其實唔係太大啦嚇，即係8%同差唔多4%啊。咁當然如果你叻叻可以借到啲每個月嗰啲稅歸貸款 tax loan 啊，嗰啲息會更加低啦嚇。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嚟㗎嚇。咁就嗱，如果其實嗱，我呢個計6年啫，咁其實你呢個錢會繼續滾㗎嘛，佢滾足30年㗎喎，其實滾到你退休㗎喎，咁其實你個回報係更加高㗎噃啊。咁啊，concept 就係咁啊，大家可以翻去自己計一計，研究下啊。嗱，我唔係鼓勵大家借錢啊，都係要戴翻呢個頭盔啊，還得起先好借啊。不過呢啲就係其實就係有錢人啦，或者叫做啲商業嘅人啦，都係咁樣做事嘅嚇。譬如嗰啲人喺地產商起樓啦，其實佢都係借錢去起樓啫嘛。佢就靠咁樣錢滾錢噶嘛。咁身為小市民，如果你都識得利用呢啲招數，咁你當然係可以快啲退休啦嚇。不過呢啲你借錢之前都係同你屋企人傾下啦，尤其啲老一輩嘅人可能都唔係咁鼓勵你借錢㗎。好啦，咁啊呢一集就講完啦。嗱，下集我仲有幾個 concept 同大家講一講嘅啊，咁就好啦。咁啊，多謝大家啦，拜拜。